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，我咧個書字啊都好少肯接受。打死我都唔信你三條煙。即係如果我一路有錢落去嘅咧，我睇未必啊，我今日會能夠喺澳門咁成功。我知你有錢，你係程家同富家一樣咁有錢，但係我係男人嚟，我唔可以食你啲飯。點解一定要計得咁清楚？無論人哋欠我都好，抑或我欠人哋，我一定要計得清清楚楚。呢個係我做人嘅原則嚟。呢度係香港，有錢就有權過分。因為的確自己窮困斗領都冇，得個10蚊咁老母亦咁凄涼，一路要我要發奮。好啦，我攞低10蚊，其他啲錢你留低喺身邊用啊！你唔好再執起我，如果唔係我唔去㗎。俾啲有錢嘅親戚藐視到，撞到我喺街都暈路行，故此我咧就覺得好發奮。媽，你放心，喺你有生之年，我一定發達翻嚟俾你睇。我而家咧亦趁呢個機會再一次叫啲年青嘅人士要咧真係發奮。我睇好你嘅，你係梳打放電一代最有機會第日做一嘅人。唔信你哋冇機會嘅，上帝係好公平嘅，只要你勤力發奮，總有個機會輪到你。咁輪到個機會到嘅時候咧，你要識得把握。我希望到時你係我係張良。本咧對我咧真係算認真好啊，即係袋住10蚊喺袋，咁一路喺澳門工作，至到今日有多少成就？我初嚟到梳打埠，個袋得10蚊，到今日總算係托賴衣食無憂。由新花園10幾張台，至到今日6個賭場10幾個廳，邊日冇人想對我，邊日冇人想我死啊！當時啲報道咧就好緊張，因為咧啲舊人咧始終唔肯放手。梳打埠嘅賭牌幾10年都未換過手嘅，你哋今次扮出標，無非係想我哋傅家俊先生買你哋嘅扒，派啲餅俾你哋食啊嘛！取之梳打埠，用之梳打埠。我話你哋係想呃梳打埠嘅錢就真。即係邊有咁簡單啊？我哋喺葡萄牙有咁大勢力，喺澳門有咁大勢力，咁簡單咁就放手俾你航身。各位，我出標嘅條件之一就係由我哋負責挖深梳打埠嘅海床，加闊梳打埠嘅港口，可以容納更加大嘅船隻。另外，我會將90%嘅收益全部捐晒出嚟，作為發展梳打埠嘅慈善用途。你因住你如果一定堅持要開嘅咧，你買定棺材就得啦。我唔緊要啊，威脅到好緊要。先生，我尊重你嘅同業嘅先進，我希望大家以後有一個公平嘅競爭。不過我哋有得競爭。自從梳打埠多啲雜人之後咧嗰啲治安就唔好啦。哎呀，如果入邊有人，咁點算啊？嚇我唔到噶啦！我話我呢次咧，全港澳啲報道都賣晒出嚟，咁我哋亦都要顧面嘅，冇法子唔開啊，一定要開。我做人就有個原則，人哋對我客氣，我就對人客氣；人哋對我爛，我一樣可以爛過佢。我係一個生意人，我咧真係唔係好相信失敗，即係我而家幾廿歲啦，亦都撈咗幾10年啦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冇乜理由咁容易失敗。故此我一路咧都呼籲後生我一輩嘅人，我話唔好接受個 answer no 個面。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。可唔可以講成功秘訣我知啊？無論點艱難都好，至緊要唔好認輸。